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报一个通俗的优惠，头先万乐紧，免钱，唔免签证，唔免团费，无病无痛，从小来规工想要飞出去耍的迄款人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六六新闻，我是主播廖弟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。咱透早起床，有啥物拢爱看乱情啊？因为咱爱看嘛，可会当困偌久啊！我甲你讲，迄女朋友甲诈骗集团拢足恐怖呢。迄诈骗集团还阁会当空伊谈判，啊，毋过女朋友绝对袂互你谈判的机会。好佳在我出事够紧，还阁是孤单一个。影片到这结束，恁若介意这撮影片，请分享出去。顺续订来看，你的 Camber 每晚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